位花花海喺度啦，有冇啲咩特別想同佢哋講咧？不如我哋玲玲講先啦。OK，今日就喺香港。非常之啊！佢哋喺度講緊。非常之。今日係香港嘅第2日，非常之開心。好開心翻到嚟屋企，希望其實即係如果有時間許可，或者行程許可嘅話，好想喺度留多幾日，係咯，非常之。我會加油 ，thank you。我會多啲翻嚟，等你哋唔使成日去泰國。因為其實我知道嘅，你哋係儲咗有啲人係可能係小學生，唔係小學生，可能仲係學生啊，又或者係打工仔，咁要儲好耐錢先可以嚟到揾我一次。咁好耐又要再儲錢，我希望每一次同你哋嘅見面都係開心嘅回憶嘅，希望你哋可以感受到我對你哋嘅支持啦。因為你每次寫信俾我都會講啲支持我嘅説話，咁我都希望喺一度同你哋講，我都會繼續支持你哋喺你哋身邊嘅。感動啊，係雙向㗎，所以大家都真係要繼續支持佢哋啊！咁當然都要聽下。How about you？你哋講咩啊？其實都唔係好似點講啦，因為都話本身唔係好擅長講嘢嘅人嚟嘅。咁大家都應該知啦，其實連岸一直都喺呢度陪大家嘅。咁無論大家經歷過啲乜嘢都好啦，連岸永遠都會 always 都喺呢度嘅。咁無論係啱啱新識嘅粉絲朋友們，定係已經識咗好耐嘅粉絲朋友們咧，都想你哋知道就係連岸永遠都喺呢度嘅。好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啦，所有嘅嘢無論係唔同嘅 project 啊，唔同嘅支持，佢哋都感受到，佢哋感受到你哋俾佢嘅愛，全部都已經感受到。跟住最後就係希望大家可以一直長長久久咁樣一齊走落去。你哋嘅愛其實係雙向㗎，因為咧除咗你哋非常之喜歡佢哋啦，好 support 佢哋之外，其實好似阿美玲咁樣啦，佢都有好努力去學中文啦，係
後續都睇中文書啦，就係希望可以走進大家嘅世界。所以可唔可以再一次俾大力啲嘅掌聲送俾佢哋兩位啊？他們真的很努力學中文，為了跟大家去溝通，所以掌聲送給他們。同พี่อ๊อฟตั้งใจเรียนภาษาจีนมากๆที่จะสื่อสารกับแฟนคลับทุกคนนะครับขอปรบมือให้นะครับ係啦，咁既然係咁。